来看这过年进前，大家大摒扫拢甲粪扫拼出来。高雄凤山呢就有这里长好意协调环保局设4大大型废弃物清运点。拜六甲礼拜呢，这2天互里面来拼粪扫，所以一寡呢无公德心的人乌白乱弹。其中凤山各种的清运点，这粪扫是蹲甲亲像山遐尼悬。环保局一直清到初10中昼才再刷，不过拄清了的所在，随有人摕物件来遮等。那环保局强调讲，若准搁再乱弹，会依法开罚单。不过这真的开车来是比较夸张一点。看到监视器画面，有人在规火车趟数来弹，民众拢感觉真正伤寒。高雄凤山有里长好意协调环保局，伫里内设4大清运点，切边2天开放里面，甲摒厝内清出来大型废弃物等来遮。想要到山和凤山各中后门这大清运点，正做粪扫山，规路边已经去互粪扫蹲甲无快乐。你看那个都飞到外面来了嘛，那对那个交通也会有影响啦。阿哥有臭味啊！一些比较没有公德心的人会丢厨余类垃圾在那边，除了造成恶臭以外，还会有细菌。他们昨天就来清理了，那一边清，没有人在这边顾着，他就开始丢了。民众讲，外围的人甲粪扫载来遮等就算啦，明明是等大型废弃物，哪会连衫裤、红啊，甲一般的粪扫拢等来遮，真正无品。里长拜托环保局加派人力，初10中昼总算是甲4大清运点的粪扫拢载完啊。提车袂使搁等的纸条啊，嘛打真侪张。不过附近民众发现，拄清刷尔，粪扫又过来啊。我人可能较无公德心来是咧搁等，即摆遐搁有人等伫遐嘛？这后面可能我嘛是遐个麻烦里长，搁叫伊清洁队的。过来个再造啊！倘查获弃置废弃物者，将依违反废弃物清理法，裁处1200元至6000元罚款。环保局强调，开放等粪扫的时间已经结束，所有清运点拢会清好势，卖派人加强巡视。只要看到乱等粪扫，就会随罚。且民众爱有公德心，唔通甲家己的方便造成别人的不便。记者郭家做顾朝阳高雄场报道。